仲有唔夠1個月，就係我哋漢傳佛教4月初8嘅日子，一個好特別嘅日子。相傳釋迦牟尼佛悉達多太子就喺呢日出世。佢出世嘅時候，放大智慧光明，照耀十方嘅世界。七步蓮花，一步一腳印，遍觀四方之後，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跟住講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根據佛經，似乎仲有2句，原來經文應該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三界皆苦，吾當安之。佛陀就係呢個大悲心出現於世，降臨人間，為救度天下嘅眾生，希望能夠俾到佢一條離苦得樂嘅道路。而所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嘅我，好多人都會誤會，係咪佛陀咁自大，咁誇大自己呢？其實呢個嘅我係喺我哋每個人身邊，內心深處一個不增不滅、不垢不淨、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嘅清淨自性。好多人會講成係覺性，或者係佛性，亦即係喺《涅槃經》入邊所講嘅常樂我淨嘅我。呢個佛性，人人本是具足，所以係最尊貴。正正因為我哋有呢個覺性，有呢個佛性，只要透過歷劫嘅修行，我哋大家都能夠成佛。所以當日佛陀喺菩提樹下證道嘅時候，先會有一句：眾生皆有佛性，眾生皆可成佛。講到呢度，咁你有冇諗下，我哋點解要嚟到呢個世界？我哋生命嘅價值係乜嘢呢？喺好多人嘅心目中，都會認為娶妻生子啦，建功立業啦。但係當你真正去接觸佛教，你慢慢開始覺悟嘅時候，你就明白，我哋要自利利他。自利就係透過修行，不斷咁樣去充實自己，改變自己，將自己嘅價值去提升。透過提升自己嘅價值、智慧，培養更大嘅慈悲心嘅同時，我哋願意去為他人犧牲，為他人奉獻，願意盡我哋每一分力去令到更加多人離苦得樂，跟隨我哋嘅佛陀，跟隨菩薩去學習。如果今日我哋真係明白到呢個係我哋嚟到呢個世界嘅真正意義嘅時候，咁我哋就真係冇白走一趟啦。所以好多時候，一個學佛人要問清楚自己，我哋學佛為咗乜嘢啊？好多人都會衝口而出，離苦得樂。咁我再問一問大家，我哋離乜嘢苦，得乜嘢樂呢？可能好多人跟住就靜咗落嚟。如果最究竟嘅答案，當然係離輪迴苦，得解脫樂。如果我哋唔能夠尋求解脫
嘅方法離開六道輪迴。試想想，仲有無數咁多嘅未來世等緊我哋，而每一世所經歷嘅都係生老病死。劇本基本上係一樣，可能只係件衫或者周邊嘅人事物唔同。值唔值得我哋再去經歷呢？希望大家都明白真正學佛嘅目的，將今期生命活得更有意義。願大家都有一個更加有意義嘅人生。